农历12月30号也会呢，会造成死亡的。戒严啊，戒严。农历10月哦，这个月就是10月，今天初9了呢。10月的初1跟初10，初10哦，礼拜二晚上11点到礼拜3的晚上11点哦，这是戒期哦，禁止交合哦，禁止夫妻行房哦，很严重呢，会患者1年内死亡呢，好可怕哦！见孝道不可以死亡，还有行淫竟然可能会造成绝世的，好可怕哦！好像10月23呢，10月23吧，农历的。慎度革除贪嗔痴爱世心物，这是向内做学问，智慧得到了，革除贪嗔痴爱世心物啊，得到的是良知良能的智慧啊，心性之知啊，良知啊，良知复活啊。内在的心性之学，革除贪嗔痴爱世心物啊，获得良知啊，良知复活。农历11月23哦，11月23，男女行房的会得到了报应，哇，很可怕啊，绝世哎！农历12月30。患者会死亡呢，好可怕！要在这大寒冷的日子啊，很寒冷的冬天啊，要固守精气神啊。戒期从前一天晚上11点起到当天晚上11点，固守精气神，以免生病啊。可以读秀分黄啊，还可以参考法身大帝孙师长的教诲。30岁的人8天才行房一次，40岁的人14天才行房一次，50岁的人21天才行房一次，60岁起要断绝行淫，要得孔目圣道三宝心法，才不枉费白来人世间一趟啊！世间才世间用啊，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啊，或者是给以后不相识的人用啊。但是得三宝心法能带着走，再是能逢凶化吉，躲劫避难啊，改变命运，错中能超生了事，离苦得乐。智者切莫入宝山的所回啊。全台地区数十商店总整理手机应用程式 APP 啊，下载安装以后，从萤幕点一下就可以找到很多店家的资料，还可以连接相关的那个内容，有的是住址电话，资源很多啊。台湾学数位图书馆、国立台湾图书馆。寺庙影片、闽南语读经、红华 MP3、云端硬碟共用免费，档案的共用免费下载的网址。孝道4局，台湾寺庙南部为主，台湾寺庙影像民间善书档案，网络影片选集啊，连接可用啊 ，PDF 档。民间善书档案，网络赚钱不是都只有靠广告啊，说还可以上网帮人家修图啊，上网帮人家看文字内容，然后录音啊，
有做过主持的话很适合。还有呢，看影片帮人家推荐商品，做超连结，在这个自己的影片下面说明这边提供超连结。如果有人点阅的话，就有那个可以收佣金了，收佣金了。欢迎有人大众搜寻社会服务网络电视台，影片版权开放。